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亚珊，欢迎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女亚图书馆伫民国79年完工，到今已经27档，这个设施拢已经相当老旧，因此市府核定650万进行整修改造，经过当月时间总算完成，并且伫17号上午来重新启用。由市长赖清德、立委叶宜津，甲侪在地议员甲市府官员共同剪彩，迎接已经改造完成新的柳营图书馆。市长也亲自前往视察，关心柳营图书馆的内部动线、空间布置等等，希望全新装潢的柳营图书馆会当带予小朋友新的读册环境甲气氛，嘛是实现市长伊所打造册芳大台南的愿景。我这图书馆伤过僵硬，伤过算疏远啦，伤过冰冷，安尼就全部甲改造，这已经完毕啦。教育局负责，这已经完毕啦。了后呢，咱就是37个行政区区的一区一区改造，咱若改造要到30区啊柳营今仔完成，这由文化局来负责。过来呢，起新的，东区起一个新的，南区起一个新的，安南区起一个新的，台南市政府嘛要起一个属于咱直辖市的新的大规模的图书馆，总图书馆，伫人口上介侪地方。改善过后的图书馆采用分龄的空间设计，同时用简单佮温馨的设计，让阅读的民众有更加舒适的环境。市府希望当地民众会当多加利用这个改建完成的图书馆，做伙入来看册、借册，享受阅读的趣味。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北河到六甲这条公车路线，伫民国92年因为营运无好，所以停驶。但近年来，市府积极推动大台南公车，让业者有信心再度投资，要恢复这条公车路线。上午伫市长赖清德的见证之下，正式启动56线，替北河、东山、柳营、六甲区的民众来服务。56线大台南公车串联起北河、东山、柳营、六甲这4个区域，其中佮经过3个区的行政中心甲市场。原本这条路线已经中断14档无公车运行，但是在市府交通局的积极拍拼之下，这条路线再次起航，重新营运，会当讲是相当无简单，也带予当地民众真大的利便。也就是我们这个黄16呢，今天呢正式启用啊。这个黄16呢是我们呢大台南公车呢陆续在增加，我们原来109条在今年月初呢西拉雅呢又开了一条110条那这个呢是我们最近最新的这一条路线那这一条路线呢就是兼具便民跟整个通学的一个需要所以呢我们是从白河开始起站会有。经过我们六甲、柳营跟那个白河跟那个4个行政区那这一部分呢也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呢不管刚刚主任讲的不管通学还有买菜整个观光旅游一个那个便利市府持续增加大台南公车的路线，拓展方便的大众运输网络。市长表示，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民众会当善加运用，改善大台南的交通。那它有3个特色了，第一个就是力学公车，因为呢，它除了会经过我们白河3公以外呢，也会经过东山国小、新山国小，还有吉贝耍国小，也会经过柳营的国一国小，还有你六甲的六甲国小，所以是对学校了还有一个国中六甲国中吧都会经过所以变成是力学了力学。那第2个是生活公车会经过我们白河、东山、六甲的区公所而且会经过好几个菜市场
买菜以后买菜，坐公车买菜，这拢免收钱的。为什么？因为8公里以内。那第三也是文化了有文化的性质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那个吉贝耍就是这个地方嘛，就是平埔族、西拉雅族我们这个西拉雅族这个地方东山夜祭吉贝耍夜祭，然后呢也到东山的迎佛祖所以也有很多文化的景点跟活动我们这个公车会经过，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公车是非常非常棒的。大家都忘记说，我刚特别问了一下，这条边土也免费公车呢，那个市长特别偏爱我们，其实有一点超过8公里，一点点，但是呢，无含咱计较都免钱，所以要不要努力的让它多一点班次？要努力让它多一点班次，就是要招较侪人来坐公车的啦哈。16线公车所驶的路线主要是市道165线，会经过白河、东山、柳营、六甲这4个行政区，每一天6个班次，将要提供予大台南的市民就学、生活甚至观光用途全方位的公共运输。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为了提升道路品质，台南市为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路平专案，到1805年底已经完成121个路段，全长140公里。离今年度有定办理26条路，总共30公里。同时，针对路轨安全岛，也将一并办理更新，提供舒适美观的道路品质。台南市政府为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路平专案，透过广线人空挂、安全岛、道路坡度调整等方式改善道路环境。在1805年底，总共完成121个路段，全长140公里。离今年度有计办理26条路，有计改善30公里。我们今年总共是做26个路段，然后经费是3.8亿，总长度改善是30公里。那目前已经完成4个路段包含归仁区的中正南路、下营区的中正南北路等等那目前施工中是5个路段，然后后续还有10几个路段即将在8月份、9月份陆续来施工然后也希望在施工的路段也请民众可以配合我们这边来做这个交通的部分。根据工务局统计，申请道路开挖案例一档达到9000件以上，变化的道路施工不但造成交通不便，也引起民众抱怨。因此，工务局预计未来将在人行道地下新设共同管道，将电力、电信等7大公线单位结合做伙，减少道路开挖的机会。有关那个共同管道的部分我们预计是今年度向中央内政部营建署争取4亿多的经费大概有2个路段包含了北区的海岸路及公园南路，然后另外就是信义区的长隆路跟金华路2个路段然后相信这个共同管道做完以后相信台电的部分还有其他的管线的部分大概有7、8个单位的部分都会进入这个管道里面，会减少相对的开挖然后另外我们是在人行道的部分所以对道路以后的开挖的次数会逐渐的减少。工务局表示，民众若是要了解道路施工的情形，会当透过台南市道路开挖管理系统进行查询。若是发现有违法施工，也会当卡1999市民服务专线进行检举。但新闻加上郭博义采访报道。15岁大停电造成台南地区真侪交通设施失去作用，引发交通乱象。市府紧急出动警力来指挥交通。地主议员林立恩认为，环境的护装甲装备上过老旧，徛伫路口并无明显，相当危险，要求警察局进行改善。15号暗时，全台大停电，交通设施也失去功能。台南真侪环境拢紧急出动指挥交通，守护民众的用路安全。不过，议员林立恩发现环境的反光背心在黑暗当中并无发挥真大作用，
迄日路口指挥交通相当危险，因此要求改善警察的服装、汰换牢固装备，来降低环境执勤的风险。肯定警察同仁在第一时间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做个交通的指挥，但是在他的身上里面，我们看到他完全本身是黑暗的，他穿的没有反光的反光背心，整个现场看到的他只是拿一支指挥棒，会亮的微微的亮光的指挥棒在现场。我们看到他们这么认真的时候，我们不禁想到，我们到底为他们做什么？他在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保护他们了没有？所以在这一次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们邀请警察局局长前面去总体检所有的配备。我们希望在所有配备能够在平常就做好准备，不时之需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对此，警察局长黄宗仁感谢议员对基层的关心，也答应下边的有偿替环境汰换装备。针对日后若再次发生停电的突发状况，也已经试电，也就是车电为环境照明来作为应变方法。但是，民进党郭博义采访报道。这摆大停电竟凸显环保责任的重要。对此，劳动部分嘉南分署日前所举办的创客比赛，有参赛者就创新推出一款唔免插电就会当烘蔬果的箱仔，而且烘出来酸干、酥脆好食，包括这项创意作品拿下比赛的冠军。到想要食家己制作的乾燥蔬果，而且更免插电。这台新型的箱仔只是用插棒、纸棒来做，中放上太阳能的金属棒来吸收能源，用日头来泡，差不多2-3点钟就当食，除了省电个趣味。市面上都是一般都是用湿电的一个耗费电能的一个方式，一般家里的烤箱，那个造价也是都相对的比较高。这一个是用什么原理？这个烤箱，这个蔬果烘干的烤箱的原理，它主要是利用反射杯、椭圆反射杯的一个原理，抛线反射杯的一个原理，它可以增加中间受热区域的一个烘烤的一个效率，跟那个吸收太阳光的能量。一般市面上拢是插电的，价小对2000到1万块不等。不过这款制作成本才500块，而且家己可以当掌握食品的卫生，嘛互该作品拍败40外件，拿下今年分嘉南一年一度创客比赛当中的第1名。大家创意的发想，集思广益真的去把它达到我们原来想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创客的精神根据了解，分嘉南分署所设立的南方创客基地是台湾第一个以农业作为主题的创意基地，除了有各种的设备加课程，每一档佮透过比赛来刺激大家思考。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扣关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纪念陈成功的生日，新宝庙甲陈成功祖庙将在26号举办罗里门新宝庙甲国姓爷文化节，期间以历史文化甲人文艺术规划一系列精彩的表演甲展览，要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正统罗里门新宝庙甲国姓爷文化节将在8月26号登场。为期9天的特展，规划了各种动静态演出，有文化艺术类、毛老热的歌舞演出，
这系列精彩活动，就是为了让民众对餐点的同时，联系这位赶走荷兰人、守护台湾的民主英雄郑成功的历史。啊，今仔日无陆里门嘛来做郑成功顺利啦，来登陆啦，来赶走这个荷兰人啊！咱台湾人真毋知阁要互啥统治，毋知影。所以咧，阮会讲一句话：若无陆里门嘛，嘛无郑成功，嘛无现主时。 咱即马吼，会当安尼安居乐业，所以咧，赢一定爱拜着郑成功，干咱陆里门嘛。啊，郑成功对台湾的贡献，啊，相信讲大家拢听了真济嘛，拢真了解吼。若无郑成功，若无咱妈祖，就无今仔台湾吼。那么台湾的故事就是郑成功的故事，台湾历史就是郑成功的历史啦吼。那么郑成功是一个真特殊的这个生命安尼吼。伊不只是咱这个台湾大家叫敬仰的生命吼。 郑成功的事迹，伊阁是串联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安尼吼，所以伫咱台湾不只是有信用，伫咱日本、伫咱中国大陆嘛，拢即摆大家拢咧拜郑成功安尼吼。多经即个时间点来办即个文化节我想这是有足大的意义尤其是去经济陆里门即个所在第一，我想这是对咱宗教一个优质化的即个提升。第二纪念即个国姓爷登台即个时间等等。第三搁伫即个暑假要结束的即个时阵提供互咱台湾市民，甚至咱毋望的更较侪外县市的市民来台南佚佗。除了精彩展览甲表演以外，活动期间伫圣母庙周边嘛有市集嘉年华，相当适合全家做伙来。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拢踊跃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关注地球暖化问题，高雄营总台南婚宴借着60周年疫情，配合组织基金会提倡世界苏醒日活动，呼吁民众减少食肉、加食蔬果，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地球尽一份心力。高雄营总台南婚宴甲组织基金会邀请侪侪民间团体做伙举办提倡食蔬菜救地球的活动，共同签名人士宣导减少食肉、加食蔬果，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唤起民众对资源饮食、生态保护的意识。鼓励大众用实际方式来参与全球减碳行动。救地球其实从自己做起，我想环保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吃1公斤的肉类，大概会排放出36.4公斤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平均一部车跑250公里的碳平均排放量。我想我们现在碳是减碳嘛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减少这些所谓肉类的食用，原则上除了救地球以外，当然也是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吃了肉类以后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三酸甘油酯都会增加，然后稍微一点可能会造成一些脂肪肝，其实对身体来讲是一个负担是一个负担所以原则上有机会多吃素食。其实除了救地球以外，救环保以外，还有救自己。借着今仔日的活动，高雄营总台南婚宴也邀请民众欢庆60周年，做伙结合鸡卵糕进行祝福，场面相当温馨。台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饮料店愈来愈多，民众因为封口机来受伤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对此，外科医师强调，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一定要用冷水来冲，减少高温所带来的伤害。一名2岁外儿童伫佚佗时阵无注意手臂饮料的封口机底伤，佮下边3度的烫伤，后来经过手术住院，伫11天后顺利出院，并持续进行复健。经过当半的追踪，恢复情形袂歹，对日常生活也无产生真大影响。病人是一个2岁9个月大的小朋友
那因为就是在家中被封口击压到右手之后，被送来急诊这样子。那我们在急诊就检查，发现他的有开放性骨折以及血液循环受损的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紧急帮他安排手术。在开刀房，除了做骨折固定、那伤口清创以外，最重要的是右手小指的指动脉有损伤，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显微镜进行血管的重接手术。那病人在术后11天顺利的离院，那在之后的追踪3个月跟1年半的追踪都是功能非常好的。医师强调，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一定要马上将电关掉，让受伤的部位离开机器，并且呛大量的冷水来降低温度。原则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尽快脱离机器，第二个是因为封口机它通常有合并高温跟高压的伤害，所以最重要的是在现场要赶快冲水。那如果真的不幸很严重的伤导致肢体有断裂的情形的话，一定要把肢体给捡起来，那用生理食盐水的纱布包裹起来之后，用塑胶袋密封，放在冰块跟水的混合物，那赶快跟病人一起送来有整形外科的医院，那尽快的接受显微重建手术，那以期达到最好的预后。医师指出，封口机造成的伤害为上轻的破皮到严重的骨折，也或是断气拢有可能。上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好安全的管制，莫互儿童进入工作区，有接触封口机的机会。但新闻架山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多云。温度29度到33度，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8月17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